知道你们的关系就是比较冷漠嘛。对。然后他说，其实有人跟我他的舞台剧什么什么，他全部都依数来如数家珍都看过。是我早年的电影啊，什么还有我演舞台剧，就《死刑犯最后一天》，他也有来看啊。对，我觉得我记得我跟他认识有一个事情很特别，是说我是在很久以前就看过他演的戏，也听过这个名字，但是因为戏里面当然有不同的造型，这个年轻人吴建和，然后到有一次我们一个演员朋友的婚礼的时候，就很多都是认识的电影圈的，不管摄影师啊、导演、演员，大家打招呼来招呼去，那就有一个人，年轻的男生，穿的还蛮特别的，就一直看到我就好像想跟我笑一笑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是谁，然后他可能也觉得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也就没有再讲话，那就有一个这样的人。我回去都一直想那个人是谁，他好像要跟我打招呼，我也觉得他很面熟。我还想说，他是不是我最近常去听的地下乐团？因为我那阵子常去听一些地下乐团，我说是不是哪个我打过招呼的吉他手还是歌手啊？是不是这样的人？结果也没有答案。结果没几个礼拜后，我跟另一个年轻人去华山看电影的时候，又碰到这个人，他就想要跟我打招呼，我看到这个人，我心里就想说，你是不是那天在谁谁谁的婚礼也有去？你跟那个哪一个摄影师在一起？对啊。我说你是不是某一个乐团？你是不是乐团唱歌的还是什么？他说没有，我叫吴建和。我听到名字，我反而知道什么。我说，他是一位很有名的演员。我那个时候马上对吴建和3个字我有印象，但是那张脸，我没有在现实中连在一起过，对啊，那就有过一个这样的记忆蛮深刻，算是我们第一次讲话吧。是，如果要得的话，应该是让给你得。我没有这样想，我没有特别这样想，我们自己这样想。当初我就记得中岛那时候一边拍就经常在赞叹，那当然那个时候你会觉得很像大家拍戏的疲累中的一些打气的东西。他就说，哇塞，你看这场戏，你们2个都是男主角，我靠，到时候是该2个，那不是你们要互相厮杀什么什么，就好像拍戏的时候就已经在营造这种感觉。那我当时那时候也没想那么多，只是觉得大家拍戏都很累吧，就要讲一些自我打气的话嘛。我相信每一个拍戏的剧组里都一直在想，哇，他金马奖要得，这个男主角金马，我觉得每一组人，周末和导演会常常讲这种话吗？一定是认定你们2个真的演的超级好才会讲话。那场戏，他可能拍的有点爽，因为在便利店我遇到吴建和那场的爽，可能一方面是剧情中够特别，另一方面是那场戏拍完，台北就杀青了，就剩下监狱里的戏，所以那个好像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作段落，有一种大家的兴奋感。我也没有当一件事，结果这次公布出来，那他真的2个都是报男主角，对。那对我来说，影片上映后有多少人喜欢，大家看了是不是深深的共鸣，或是对他有一些反省或感觉，哇，这个人物精彩。我觉得这件事我的忐忑还超过金马奖这件事，因为那才真的是我们从事这一项表演，就不管说它是一个艺术还是一个工作，就是你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呈现人物给观众看。